来看早起有社运团体公布，伫台北市成立一间天龙房屋卖厝的中人公司，也毋过毋是真正要来买卖厝，是用艺术展览的方式要来考试目前台湾厝价上过贵的现象。天龙房屋买不起屋。 天龙房屋的扛棒大大机，高大有广告，真足甲看。所有开2000外万买到会漏水的厝，阁有租半平的房间，一个月厝税爱2500。招运团体甲台科大李君在教授打造实体店面，结合艺术展览，用考试的方式反映民众真实的状况。我们这广告是在我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去收集的故事，接下来开店之后，我们透过这人流，就是每天有人进来之后，我们都会请他做一个线上的问卷。到时候我们以户外看板这个图当做基底，届时在这一整个月会陆续收集各式各样的租屋买屋的一些问题，然后还有新生，然后会在墙面去做展品的更换。招运团体表示，这摆特别紧伫台北的罗斯福路，用民众募资，甲这间一个月爱5万，但嘛差不多才5平的店面，税一个月，伫遮办活动，收集民众的心声，嘛希望会当带头改变税厝的乌市。先把我们大量的空余屋，透过囤房税制的改革，让很多空余屋就拿出来出租，同时配套就做租屋市场的制度改革，让所有的租屋行为都要纳管。关心巨大基地的立委，嘛用行动支持。招运团体希望透过收集各方的意见，探讨囤房、税厝、乌市等等的基地，未来伫立法院继续推动修法。记者陈雅文、许凯台北报道。